中共伫7月发布上届新版本的反间谍法，说是无明确定义什么是间谍行为。中国国家安全部对今仔日表示讲，有抓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，讲是一位是一个军事工业单位假透露的中国人，伊有熟悉美国的情报人员来把这中共的军事机密泄露出去。有学者分析讲呢，中共真有可能是为着要报复美国海军的强谍案，也因为安尼生美中关系愈来愈败。再次向曾某某亮明中央情报局罗马站人员身份，承诺给付巨额报酬，并为曾某某全家办理父母移民，要求曾某某提供我军事方面敏感信息。中国央视10日发布中国国家安全部讲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，讲一个中国生产的人士伫军事间谍集团工作。伫意大利留学期间，熟悉美方情报人员，同意以真侪钱加上全家赴美移民的条件，向美方泄露中共的军事机密，并且讲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中共指控美方 CIA 建立间谍案，学者认为无排除报复美方陷入美国海军强谍案，加上中共7月启用新版反间谍法，对着间谍的行为，定位是中共公示就是。象征了美中之间的一个信任感，十分明显的在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当欠缺的状况。中国要随便抓一个人，然后说他是一个间谍，然后来以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他自己本身的大内宣、大外宣。然后来去说美国也在中国从事情报间谍的工作，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威权国家，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间谍案恐加加深美中的对立，而反间谍法也影响到外资投资意愿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第二季外国直接投资比第一季大76%。某一个产品的相关的产业，这个在中国的供需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等等等，它需要了解很多状况。可是问题是，当你把这些经济东西都通通变成国家机密的时候，外资他没有办法了解，他当然就变成说他没有信心，没有这个把握，他当然就不来投资。学者讲，反间谍法放大国家机密的范围，商业的经济数据恐惊涉嫌涉密，外资可能减资，对着真需要外资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中共，将是一大打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